谢谢大家吼！一首歌曲了后，咱的观众朋友吼，安尼甲咱拍捧啊吼，拄则啊无讲到，还佫真多呢吼。阮的金叶啊这啊，谢谢淑珍姐、素梅姐，咱的明华哥哥甲阿嫂，魔道许大姐，今仔美华姐姐甲姑姑姐哦吼，啊，佫有咱台北的江大哥、康苗姐姐，咱的招荣哥、文东大哥、英勇大哥，哦，秋景阿嫂，哦，咱这个嘉义的何大哥，谢谢你哦。啊，佫咱蔡妈妈。咱的淑珍姐，谢谢，吼，咱的阿仔哥哥，吼，好来，感谢咱今仔，啊，搁咱那边，咱这个吼，尤大哥、尤大嫂哈，谢谢恁的捧啊声。伤心的所在啦，伤心就啥呢？这个时间吼，伫咧过身，亲像这个钱共款，瞬即就过去啊。哎呦，有影呢。今日呢是像这个2024年，吼，伊像这个10月7、8，也都是像这个寒露啦。寒露。这个寒露的时阵呢，就是伫咱这个农民历吼，伊24的这个节气内面啊，吼，伊一个像这这个代名词就对。嘿，24节气。是，啊，咧寒露的时阵啊，来当中的时阵啊，风眼都来啊。哦。吼。眼角。是眼角，眼角的时阵是对着这个北风，就是对苏俄，吼，啊对着这咱北边的都北边的时阵是倒位呢？就是日本迄边遐，迄边遐即摆现主是已经开始开始到寒流啊，伫咧落雪啊。安尼吼。所以讲像即个咧，风眼啊，伊就飞对南边来，向南飞。是。啊，经过咱台湾的先伫遮过冬啦。哦。即嘛是叫做候鸟的一种。伊就是咧讲候鸟啦，吼。寒露若来的时阵呢，即个菊花就开啊。8月，咱即摆咧讲像即个农历的。是。这个菊花就开啦，啊，这桂花就芳。安尼哦。嘿，啊，那像这大伯啊咧，大伯啊在乎啊，大伯啊在乎的意思。大伯就是迄吼，大狗啦。大狗，大伯甲大狗无共。敢无共？嘿，大伯甲大狗无蟋蟀，蟋蟀。因为本身的身在乎，就是讲伊守伫像这个家门、后门的意思。哦。无要搁再出来。啊，你若这秋天，对，有两种吼。热天的时阵呢，迄个大伯啊是嘎，应该毋是。哦，人迄以早古早人吼有咧斗蟋蟀。对，吼。这个大伯啊时阵呢，中厝都算关门吼，串好啊，要过冬，中厝了后先，甲清好做这个寒露。安尼吼。嘿，对，所以讲今日先是这个。这个24节气，这个寒露就对，嘿，也无共款的这个年龄呢，有像这个无共款的像这个初夏，初就是体嘛，夏就是讲起来不要丢掉，不爱，安尼就对。请善待家己啦，每一个阶段伊这个家己哦。哎呦，你甲想看嘛，这个若来到寒露时，你甲想看？连米我咧讲，真正着搁过年啊！啊，你若搁过年的时阵吼，咱人着搁加一岁啊！啊，真侪时代讲，哎哟，我旧年吼，啊，都安尼看到家己的相片，哎哟，我旧年都安尼都看起来搁精彩，真精彩！啊，今年啊安尼，一年不如一年咧，甚至有的时代讲，我以早吼，若暗时啊爬开便所的时阵吼，啊，都安尼爬咧安顺畅咧，即马若咧爬开的时阵吼，哎哟！爱加坐一时啊，才爬会开呢。啊，若讲有当时吼，伫咧存迄面巾的时阵，放任啦，啊，若爱存袂当呢？失力，失力去啊！对，所以讲时间在过咧过真紧，啊，像这四季就是这个轮转，万物的新自然啦。会记得呢，咱的观众朋友，这爸爸妈妈，啊，咱就是阿公阿嬷的时阵。会记得像这早暗的时，爱加穿一领衫，照顾好家己，适时啊，爱像这个珍惜着像这个时间，惜景，珍惜着像这个景色，啊嘛爱珍惜人，珍惜爱惜缘啦，珍惜像这缘分。对，原在伫像这个咧，咱的秋天啊，秋天的这个日子内面的时阵。莫去辜负着这秋天的美丽。秋天有秋天的这个美丽啦，秋天的月上介水，桂花上介芳。热天的时阵，安尼吼天真地白真热，真赤呀。嘿，热天的时阵，就这个风啊，
对咱做这上好做这个犒赏的对。是。但愿咱每一位咱的观众朋友身体拢总健康。对啊。时常拢总真欢乐安尼，而且真长岁数。就是看咱的节目哈。谢谢。来哇，还有咱这个叶秉清大哥，那秀芬姐啊，感谢您哦，尤大哥、尤大嫂真的，拢总安尼准时甲咱收看。老师呢，即马拢会安尼，甲咱观众朋友来问好济，有影啦。你看嘛，时间伫咧过真紧，连米就搁安那，迄个旱路到啊，旱路到就是表示讲特别寒人啊，寒人要到啊吼。所以讲咱即摆若出去外口菜市啊吼，你咧看衫看，热天的衫收掉去安尼，寒人的衫出来安尼，对无？连米就安怎，就搁过一年啊。时代，咱在电视机的时代吼，咱在大哥大姐、阿公阿嬷吼，就遐每一个时间拢爱会记咧讲照顾咱家己的身体。身体你要顾好哦，你就像拄则访问就讲，哎呦，安尼一年不如一年。迄即马安尼一个面巾，特别交代讲你若去买迄面巾的时阵买较细条的，毋好像以前迄安尼，安尼遐大条，我存袂搭。我你讲有人就是安尼，年纪高的时阵肉消去啊，对啦，肌少症。真讲肉消。嘿啦，你有看到讲这肉拢揪去啊，尻川皮肉嘛揪去啊，大腿啦，嘿哦，小腿啦，拢揪去。包括我讲肌肉若咧萎缩的时阵，肌少症的时阵，包括这气管啊，这个所在嘛会啦萎缩。萎缩的时阵你会啉滚水，咧食一寡流质的东西，我咧讲都真容易去砸到。是啊，这款就这个流质的啊，这个水性啊，包括参啉水、参吞水有当时就去砸到，迄就是咧像这个咧肌肉萎缩，对啦，叫做肌少症。年纪若愈来愈济时阵，流失愈来严重，所以讲咱爱记咧保养哦吼。跋倒啦。对。好来，咱即摆先来安排着讲今仔日安排6首歌曲，甲咱观众朋友来点歌做互动哈。来，文川大哥、剑山哥哥好哦，准备头一首歌曲《3年的旧情》。3年的旧情，一阵雨若落袂停，引起我想起迄段情。来，第2首歌曲《何日君再来》。白忧愁西装带，荒废的这个何日君再来？何日君再来啦吼，这是台语的哈。来第3首歌曲《男性的苦恋》。一切的美梦，若袂当作是迷茫。来第4首哦，这首歌曲是情歌对唱的哈，《秋雨迄一年》。我应该安怎讲起？应该表达啥？是彼些该讲的对不起，我袂记讲出嘴。来第5首歌曲《悲叹的洞箫》。冰冷的通宵声，替阮诉出心痛疼。来，哇，这首老歌啦吼，第6首嘛是这老歌《香岸影》。秋风吹，那伊落叶声，大心想月出大
香港影。来，以上有6首歌曲准备，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，你会记得敲阮头前的专线电话来8326-317。8326-317。来，电话甲打开，中华关系直播，外关系加控诉。头一首歌曲《3年的旧情》，第2首台语歌啊，好日滚再来，第3首男性的苦恋，第4首秋风一情，第5首悲痛的洞簫，第6首双眼影。来，即马准备接电话咯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好，来，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杨明福大哥。大哥，你今仔来这搞啥？我顺道放球，进来卡。我摇奖。有主要拍无转亏。谢谢。你讲到5、6，你两个好。哎，是5 6跟6有，好，我下开哈。好，谢谢，感谢明和哥哥。好。老婆，我还记得你啊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东早阿婶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3甲4哦。哎。我下开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东早大嫂了哈，3甲4。无业的第2角度。好。喂，你好。哎。喂，哎呦，你话这。小兰宝贝妹妹。阿姐你好啦。今仔姑姑哥哦，个99了，姑姑哥。993。哎，我今仔要听第1首甲第3首。我写开啦。姑姑者哦，爱搁去用2天到，然后搁转来啊。哎呀，姑姑节平安啦，保重哦哈。无伊无伫厝啊，出去啊。爱后日才有转来啊。好，姑姑哥，爱你，方年我爱你哦。谢谢。好，拜拜。来，尤大嫂。喂。阿嫂你好。这里帅哥老师好。好。我来点做第1首甲3年的9号迄一面。好，我写开哈。好，感谢，谢谢。你好，姐姐。光临。嗨。江林老师好。好。今仔要听到一首歌。男性的苦恋。好。加迄个双眼影。OK， 无问题，我写开哈。谢谢你，谢谢平安哦嘿。来，文东哥哥。光临啊。嗨。你好。江老师你好。好。我点第1首3年前的旧情，3年的旧情。双眼影。OK， 好。谢谢，感谢你哦，感谢。好，平安哦嘿，谢谢。来哟，蔡妈妈。2位好。你点第1首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康苗姐姐。方年你好。我听1跟5。1跟5呀。1、5。好的，没问题。1跟5。好，谢谢哈。好，平安。你好，阿梅姐。我上爱听3年的旧情甲双眼影。安尼哦。2位有安咯。我写开哈。好，大家好哈。哇，一阵大阵啊吼。来，喂，你好。喂，金莲姐啊。喂，你好。嘿，欢迎。金莲姐你好。今仔要听到一首歌。1、6。1跟6呀。1跟6。我写开哈。3年的旧情。好，谢谢金莲姐哦。你好，秀文姐。你2个好。好，谢谢。我点第5首甲第6首。安尼吼。5跟6。好，我写开哈。秋雨迄一面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卢青大哥。大哥好。3跟5呀。3跟5。我写开哈。好，谢谢，感谢。喂，你好。喂，2位好。嘿，我要1跟3。1跟3哦。你是迄个咱的红银姐啊呢吼。对，谢谢2位哈，谢谢好，拜拜，谢谢红银姐，大家珍惜哈。来，淑珍姐。光临江老师午安。好，快乐哈，平安。我选第1首跟第3首。第1首跟第3首。好，我下开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淑珍姐，谢谢。来，红衣大哥。1跟4。1跟4。安尼哦。3年的旧情。 3年的旧情甲秋风迄一面。好，收到，速给你做安排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凤仪大哥。青春快乐。来，梁大哥。
有第三首。安尼啊，男性的可恋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，平安哦，婚年节哦。你好，哦，阿姐你好，你今日要听到一跟6， 1跟6，安尼哦，好好，婚3年节。年的旧情。好，谢谢哈。哇，来，观众朋友今仔真介意迄个情歌对唱，甲你的3年旧情呢。来，太平的陈大哥你好。我点第5首低弹的童笑。哦，无问题哈，陈大哥哦，嘿，好，谢谢，平安。陈妈妈，喂，芳玲、嘉玲，端午节快乐！谢谢。你甲朋友，今年的古典歌香港影，哦吼，拜拜。拜拜。 1跟6，1跟好的， 6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刘素梅姐，郭大姐，你好。美女好。啊，声音唔够舒服，唔够好听。我要1跟6。 1跟6，晓第一首哦，老师好。谢谢你。 OK，好，好，拜拜拜。嘿，好，素梅姐哈，好，谢谢你。喂，你好。王明，嗨，哎呦，你麻烦你耀星大哥呢？ 3年的旧情，好好，我甲你写还开。有悲惨的童笑。哦好 OK 啊，我写开吼，耀星大哥，感谢你吼吼。谢谢，拜拜。哎，好的，好，我们耀生大哥，来，今晚先来安排这首这3年的古情，好多人点哦吼。哦，个男性可恋，老师今日拢选你的歌哦。哦，来，好，来，咱那3年的古情哈，哦，耀星大哥、陈妈妈、美华姐有啊，个咱尤大嫂啊，文东大哥、蔡妈妈、康苗姐姐、阿美姐，大家哈，金恩姐啊，咱的红银姐、淑珍姐、红姨大哥、婚莲姐啊，素梅姐收点，来共同向上收听，谢谢。我想起迄段情，甜蜜的情，热恋的情，难忘的旧情。想起迄当时甲你分开迄个暗暝，犹原是大雨落袂停。水若会洗拢袂清3年的旧情。一阵雨落甲三扰乱我茫茫困袂去，可爱的你，可恨的你，难忘的流离，情感意愿双人分开总无意义，思去日情是断了离。水若会洗拢袂离3年的情意。我想起迄段情，甜蜜的情，热恋的情，难忘的旧情。
当时甲你分开的暗暝，犹原是大雨落袂停，雨水伊若会洗拢袂清，洒你的旧情。3年的旧情。哦，来，这首歌其实太侪人点的吼。好，来继续要来安排一首伤感影，明和哥哥、佳佳、文东大哥、阿美姐。哦，上至少因兜头6个咧听哈。来，金燕姐啊，秀芬姐、陈妈妈、素梅姐啊，梅香姐姐所点的。好，来感谢咱的调音大哥、美华姐姐，吼，咱尤大哥、尤大嫂、秀芳姐嘛，开拢上线咯吼。佳佳啊，秀芬姐啊，咱的sensu哥哥、淑珍姐哈，点心哥哥。谢谢咱新朋友0766吼0766，谢谢你。来哦，啊我即马呢吼，哇，感谢美华姐姐嘛拢上线吼。来，丽娟好，谢谢文东大哥吼，感谢咱美珠姐啊，剑山哥哥、金条阿姐，哦，木火大哥，咱党的哦，红银姐、文川大哥、剑山哥哥，恁的捧我声拢总收到，继续安排一首伤眼影。来哟。歌袂配时件，安怎听，安怎唱拢好听。哥哥，也个咱阿梅姐、调音大哥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明艳大哥，你来捧我声，红眼呐，会正自由，双双野出游桑树，因何人生袂？谢谢淑珍姐来自咱罗秋正新歌，谢谢梁大哥、佳佳、冠中大哥，谢谢秀芬好，来何胜雄大哥，感谢你的捧我声哦。秋天。
相感呀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哦！哇，咱这个立峰大哥好，秀文姐啊，郭大姐，郭大姐你敢若足侪工拢无上线哦，对无伊。来木火大哥，啊，还有咱新北市吼，新北市咱的秀玉姐，感谢淑梅姐，咱的东早阿瑟，谢谢哈、来文东大哥吼，来谢谢恁默默的破声芳龄甲工人拢总有收到。咱的节目较特殊，吼，阮的节目叫做义大破歌声，就是用着义大。伴阮两个歌声，每一首歌曲拢总是手工的哦。讲到手工的吼，若讲到手工的吼，拄这吼，若毋对的时阵吼，拢会当马上顶来呢。我毋免搁离讲动开，搁倒退，毋免哈。哦，迄老师偌高咧。现场的。现场的。NG 的是嘛是落去。嘛是过啊哈。好啦，所以讲咱观众朋友，你所有听到的音乐，拢总是由一个人大家对江林老师吼。咱自弹自唱的吼，用义大甲你伴奏的哈。谢谢，阮即晚要来进行第二阶段，第二阶段就互咱观众朋友来听歌、叫歌名，好咧送互咱观众朋友哈。哦，讲到好咧，观众朋友是很心动，对不对？安尼足大领着6笑7笑的呢，真领皮要来送互你，你今仔要歌有机会哦。昨天就咱世界名牌哈，对，Lacoste， 嘿，酷气牌，嘿，酷气牌。咱一寡阿姐拢知哦，我知影即排迄衫裤吼，敢若迄一领衫吼，迄一领迄安尼运动衫尔哦，哦，一领拢爱3-4千块，对无吼？若讲这一领皮无偌济啦，7980块。一领衫10倍。好来，即摆吼，今仔日咯，送你6笑7笑一领皮哈，咱即领皮哦吼，来。Lacoste 的哦，这只毋是大顶帽，这只嘛毋是机灵哦。嘿啦，毋是机灵啊，真正是酷气的啦吼。好来，准备2首歌曲哦。是毋是电力啊？电力无够哦，电啊，有可能无？我来，来，我即摆用主持来甲做头一段歌曲。秋风吹来，心肝冷。阮是流浪弹吉他的人，为你拍水江春来哦，即摆又过来转线是按832637哦。老来。老去，过去伴阮流浪。分手歌声的注定，苦命流浪弹吉他的人，今夜唱着恋爱歌，明夜唱悲歌，暗着心忧的
伫先史早前呢，真受到欢迎一个歌曲5字，来，甲摇看卖啊哩哈，摇来对，咱就这个现场的口音专线电话8326-317，伊这个专线，来摇歌来参加摇歌，小姐来给你做登记，小等的，来甲参加摇奖幸运车呢，像这个呢，摇着都无简单啦按若有可能先将这个6course咱来像这个面皮来甲伊摕倒去。来，我即摆继续来安排第2首歌。的船只现在是，我可在倒一位他乡的港边，我听着当时咱离开的海期，虽然是在等伊。空虚心情，为着伊是昔日的船只已经是迄一年。红纱着阮痴情的女儿，想起迄时汤里甜，咱双人的情谊，虽然无法再团圆，阮的美丽春梦，困着伊来。林英美小姐，一首非常有感情的歌曲，是安怎？自从迄天伫这个港口离别了后，是参照这个情，嘛拢断去啊。这个歌，好来，即马咧，无声无碎，无声无碎吼。对，来，断去。即马要甲咱观众朋友，咱2首歌唱煞了，马上就公布答案，莫互咱观众朋友想伤久吼。来。头一首歌曲歌名是啥物？头一首歌曲叫做《流浪的乐师》。安尼有知无？阮是流浪大的人。第2首歌曲叫做《船去情也长》。好来，安尼2首歌曲今仔日将就快收开，小待节目就要结束的时阵，咱会邀出一位观众朋友来，何老师来安排下一首歌曲，就是你男性的苦恋第3首歌曲这首歌曲咱来进一段广告。这几天昨你若有看咱的节目的时阵，咱这健康达人，就是阮的配绝对要甲你身体顾好，甲你照顾好，尽一分就这小弟。一年比一年较勇呢。对，安尼看咱这个节目，毋才有记得。听好歌，讲好话。是的。也接受好知识，身体甲照顾好安尼。好来进广告，谢谢。谢谢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咱今仔再次邀请咱的健康达人，咱的佩蒂到现场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佩蒂。佩蒂，自从你顶座甲咱观众朋友讲哇，这个肌少症遮恐怖着咱观众朋友即马知影保养安尼，摕你安尼，韩国专利的，咱这个专门的补激素，等于食了后，真正呢，较有吧。
无大斤，即马讲吼，你赚迄万面筋啊，赚着加足有力的。对，因为其实我讲真的，其实这个韩国这个肌少症这个商品啊，他们要上市之前，伊嘛通过很多人的临床实验，是，尤其就是讲吼55岁了吼，肌肉开始流失的人，他们去测试，你发现讲吼，其实。一礼拜了，像你头头讲的，存毛巾手较有力。对。啊，你继续食了，2个月、3个月了，发现讲吼，其实苦了，背起来骹较袂伫遐喘。对。吼，所以他们是证实说对人体真的有改善了，他们才上市。所以讲吼，韩国人你看嘛，75岁啊，还搁伫超商伫咧做工课呢。对。咱毋是咱65岁了后，就准备退休。退休，啊，就坐遐。是。你要知哦，像那肌少症这几年，医生感觉讲肌少症是足重要的，毋是讲敢若补定的、补软的尔。是。肌少症嘛是一个足重要爱补的物件，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失能的元凶。啊？什么叫做失能？好，什么叫做失能？我甲你讲，就是叫做失去能力。因为你肌肉流失了，你无力，你就较袂想要行。对。你无想要行了，久了可想要倒。倒久了，你肌肉怎直流失？这叫一个循环，你知无？嘿。所以讲，随着年纪是本地就流失就很快了。你越不动的话，我跟你讲哦，伊流失就恐怖。对。甚至你的失能了的话，没有办法，无活动力啊。对。然后唔是讲哦，我食一寡外口迄控肉猪吧，还是卵，我给补会倒来。其实嘛，应该爱食啦。咱听众讲过哈，咱一粒的补激素哦，等于爱食偌济啊？食10斤的猪肉、猪肉还是控肉？按个你爱想哦，阮一工是食2粒。对，咱一工食2粒。啊，莫食20斤。食20斤的肥肉，你爱想讲偌济？第一，你食会落嘛？因为咱是一工爱食2粒。食会落嘛，高血压吧啦。嘿，高血压、三高的问题。嘿啊，汤若要搁啉的时阵吼，痛风嘛来啊啦。对。所以呢，即马生物科技这么进步的情况下，一个是把这个上营养的物件，咱个萃出出来，变成小分子，是浓缩在这个一颗胶囊里面的，哈，你一天就甲食2粒就会使。所以讲，观众朋友，咱这罐补激素是专门咧补充安怎乳清蛋白，而且呢，无共哦，甲你外口即马所有市面上的是迄种大分子的，无共款，咱特别这个小分子，而且这个生态级。来，我先讲吼，其实大家拢讲吼啊。其实我食乳清蛋白，刚好无共款。好，乳清蛋白它没有不好，你嘛是爱加，但是呢，它其实有分年纪。你若较少年，23岁的时阵，你食大分子会使。哦。啊，那年纪大了之后，咱当然不爱食小分子。对。因为它所有的机能会退化、会老化，吸收速度会变慢。咱食小分子，伊个较好吸收。哦，所以讲咱这是小分子，而且是生态级的。对。无怪吼，咱咧桃园一个陈妈妈，伊今年78岁啊，你敢知影？伊食1礼拜尔，就甲芳玲讲，芳玲啊，我咧转门筋的时阵，加足会大呢。我跟你讲，大家最明显的上面迄个就是为这个动作开始。对，好，这个动作你得当测试讲你到底有力甲无力哦。吼，啊，包括讲说，伊讲咧坐马桶的时阵吼，较袂遐掂啊。表示讲肌肉长出来了嘛，有肉嘛。所以讲吼，佩体。顶抓，你就甲咱讲，咱就买。那时阵还袂上市，对，现在已经上市了，现在已经上市了，所以伫外口一盒就是算18块，1800块，观众朋友你拢会当吹到的吼。咱今仔日同款是2盒啦，吼，2盒3000，啊，咱顶抓的时阵有搁加码，因为吼第一摆首卖，所以讲咱有搁加一盒的，啊，咱真侪时代讲吼，像讲陈妈妈就好啊，陈妈妈食一个好了后，陈爸爸讲。我阮某食甲好着，阮嘛想要，伊嘛想要食。啊，某爱交定食啦。打电话来讲，芳玲，敢有迄个大嘴？我来讲，我今仔来，就是因为足侪会员甲阮反映过这个问题。对。好，啊，芳玲前嘛直甲阮讲大嘴啦，大家拢直直要讨大嘴。对。所以今仔日来，你真正是买细嘴，你感觉有感觉吼？食了做有感觉的人，今仔日有大嘴。大嘴吼。大嘴本来是安那？6盒。6盒嘛。6盒。6盒偌济3000块嘛，对不？好，来，我们今天一样把游戏规则讲清楚。你给我限量，我给你惊喜，好，会使吗？限量惊喜，好，会使吗？来，咱来惊喜一下。今仔日你若是买大组的，我佮加送你1罐。哇，市面上1罐是18块，对，今仔日拢总7罐，只要6000块。按跟咱限量30组，考到讲好啊，限量30组。限量30组的好，会使啦，可以啦，来啦，我咧讲做生意啊啦，真的啦。
咱即摆先敲电话啦，08008158100800815181，包括讲咱一寡时段进前，包括陈妈妈好啊，恁电话赶紧敲哈，咱有限量哈，所以讲你线顶哦，电话敲通啊。30组人客尔，会当买大组的哈。本地一组爱遮济钱，即摆一组才剩偌济，6000块买到7个月哦吼。每一粒，我跟你讲吼，你食这一粒等于要食10斤的肉哈。来，我电话赶紧来。来，我先甲大家讲一个，谁人讲吼，一粒你差爱食10斤的肥肉，就是因为外口你嘛做看着做者乳清蛋白。啊，毋是讲伊无效，其实伊分子较大。你若是讲你是少年人，比如讲你20-30岁时阵，你嘛会使补充着吼，因为分子较大。问题呢，年纪越大了，尤其是你若过56岁了，咱所有机能会退化、会老化、吸收会变慢。咱该食小分子的，不止小分子尔，咱爱食一个生态等级的，伊才有法度吼，互咱比如说咱的长大咱的肌肉的部分才有法度吸收。所以你要知影像即种吼。一上市，讲真诶，伫外口食是卖1800块，吼，啊，阮嘛是卖啊做好诶，啊，即马是你只要买大组诶，阮就是直接送你一盒，吼，等于就是送你1800，让你回去吃。你吃了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到说，第一，手较有力，较屈会落，较爬会起来，然后过来就是讲吼，嘛较袂跋倒，因为其实跋倒，啥呢？年岁愈大了，较高跋倒，跟咱的肌少症拢是有息息相关的。所以要把握今天吼，今天难得的机会，大组的就是加送你一盒，按跟做歹势，因为有超约，所以咧就是干那限量30个观众朋友尔吼，加30个观众朋友，你若是第31个，佩丽甲甲你讲一声歹势啊吼，因为阮这嘛是因为广告预算的，所以咱甲这盒吼用广告预算的计价回馈给大家，按跟广告预算嘛是有一个限度的。没有办法无止境的，好，所以今天就是30位观众朋友，你也是打电话进来，你就会使加一盒给你，好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来，好来，感谢啦！今仔日观众朋友啊，恁电话赶紧敲哦，敲若有通的时阵，我跟你讲吼，那30组内底，咱今仔拢佮加嘛，佮加送一预算呐，对啦对啦，啊，第31个啦，真歹势，就没有办法了哈。对啦，来，0800815810080181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来感谢。我跟你讲，观众朋友啊，肌少症就是喏，失能的元凶，失能的元凶哦。尤其是吼，咱平均10年啦，10年哦，你若30岁以后，10年就流失吼3至8%。但是若70岁了后，我跟你讲，像我土石流共款哈，10%至15%。所以讲吼，你无补充是袂使。啊，真侪咱时代讲知影讲啊，我知影啦，我补充迄乳清蛋白，但是乳清蛋白你一定安怎？要有小分子，爱生态级的。你敢知影这一粒？咱这一内底有60粒装哦，每一粒伊等于讲你咧食这猪肉好，食一寡鱼啊嘛好，吼，咧食一寡蛋白质啊，安尼拄啊10斤。所以讲你会记咧哈，观众朋友啊，你即马咱甲咱食一工天我食2粒就有够啊哈，2粒就可以啊。来，08008158100800815181，肌肉若甲补充咧有够，我咧讲会当减轻着讲咱伫咧行路的时阵啊，跋倒的几率咯。迄有的人脚无肉，你就是软骹嘛，你就是稳落去嘛，就安雄雄打落去下转啊，吐去。你会记得，你肌肉爱甲咱补充好有够。来，08008158100800815181哈。有真侪时段，我咧讲，你若即摆来甲食的时阵吼，你就差不多安怎？差不多正个月的时阵，你会口角就讲哦，加真有肉哦，加真有肉。来，金祥大哥你好。好，要164大组的。大组的吼，啊，这大哥下台哈，谢谢，感谢哦吼。好，感谢上来。哎，今仔行那2天内底到啊嘿，2天哈，好，谢谢，来吼，你看嘛，买大组开好，好，观众朋友啊，咱边边啊吼，咧补这个吼乳清蛋白，你就是爱买喏小分子的，而且咧爱生态级的吼。喂，你好，喂你好。身体家己顾哈，喂，身体家己顾。来，喂，你好。喂。嘿，啊要一组吼，大组哦嘿。嘿，好，我下开哈，好，感谢。喂，你好，毕小姐。嘿。毕小姐，你要大组的，小组的？大组的。哦好，我下开哦嘿，好，谢谢，感谢哦吼，好，感谢。来。
08005108008151来，即马观众朋友啊，电话开始共款，互恁卡刷卡小姐甲恁斗接，因为呢，咱即组吼。补激素专门咧补你的肌肉，吼，包括讲运动员嘛食即种哈，韩国人嘛拢食即种哈，我这有一个认证，2项专利的哈，维力好，来，好，我下台哦，嘿，大哥，好，感谢哈，好，谢谢，好来，我来下台哈，好，来2工内底哦，2工内底吼，好来。喂，顺强大哥。那咱伫咧介绍的时阵呢，我甲你介绍吼，我甲你负责吼，像这个呢，食一个讲像这个吼，四肢的时阵，莫安尼无肉无凸吼。四肢若无肉无凸的时，包括人这个吼面的时阵嘛密密麻麻，伊伫面的当中的时阵嘛是肉做的吼。食互伊本身的时阵呢，咱就做这骹手尾身有力，互你像这个走路的时阵呢。袂讲安尼吼，骹搓手搓，即款来做这啊，即款来做这时阵呢，拢总爱来甲做这个调理，吼。咱做这啦，这个高分子的，所以讲呢，你伫咧食的当中速度足紧哈。是啊，好啦，真侪观众朋友吼，其实你拢知影讲有影啦，我来一年不如一年，拄我咧哭啊好，也是讲暗时用爬开便所的时阵，我来拢真无力呢。甚至就讲透早爬开吼，迄面筋吼愈换愈细条。这就我咧讲，这真正是一个阿姐甲我讲的。伊本地吼，伊拢好，迄面筋吼较厚，较会吸水着无？足大条的。了后呢，这2年讲甲因媳妇讲，无你着换较细条，无力，无大劲哦。伊伫今年年初时阵吼，讲放林啦，我换呢，我搁换啥物？伊讲换啥？我搁换迄四角的啊，细细条，人迄咧讲迄。婴仔伫咧洗面，迄有无？咧甲小朋友洗遐四角巾啊，换下啦，愈换愈细条啦。所以讲吼，观众朋友啊，你甲试看卖啊咧。我即马你若讲吼，信任方面来讲，你会当互你安怎有力、生肉，安尼了解无？来电话，互咱观众朋友来卡，老师你也准备来就有歌哦。来，非常感谢哈。是哦吼，方林呢，这个时间。就是线卡继续甲恁做服务，你要有方林服务的，台电话继续卡老师唱歌。听好歌，好产品。哎，你好。将身体甲顾好，系啊，咱伫遮先，逐工伫遮，我咧介绍，我甲你负责，绝对袂当互你开冤枉钱。来，男性的可恋。当作是眠梦，为何过数年，怎搁再忘记你？记在房内，不是想起你形影，不知阮目前男性的苦恋。夜暗的嘴唇，含你可爱的目睭。不过的恋梦，无了又像一夜过一夜，流落阮目
也是为着你。了今日惨悲哀，世间的歹命，亲像全部归在我。情来抱着彼日初恋的美梦，来。我一生可怜的恋梦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我跟你讲吼，真正满线热线呐，哦，你看卖啊咧，这大家拢有事咱的洪文东大哥、秀琴姐啊，搁咱秀珠姐吼，嘿，老朋友都知道，哦，芳玲伫咧甲咱推荐的时阵，绝对是赞。信用品质的保证。好来，感谢我线顶哇，尤大哥、佳佳，感谢咱的英仪大哥、吼淑珍姐啊，咱这个春雄哥哥哦，严明虎严大哥，咱的嘉金、金芬姐啊哈，恁的婆仔声我拢有收到哈。来，我即马要来邀出一位观众朋友，就是送咱迄只酷气的，迄领皮6笑7笑的哦吼。音乐甲走来去。好，来，王和顺大哥。王和顺大哥，恭喜你！恭喜你哈！来，音乐搁甲吹来去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咱老师来安排一首吼片尾曲，啊，咱来等下吼录等下录节目的时阵，吼，芳玲甲江林拢伫线骹，啊，尤其是这吼。这项产品真，我跟你讲啦，大哥、阿嫂，超过50岁拢爱食，包括芳玲家己嘛伫咧使用哈。嘿啊，你甲想看嘛，你若无啦，你会感觉讲，哎哟，啊那面咱直直捏去，面若捏去哦，撩魂就走出来。撩魂若走出来的时阵吼，你有发觉讲，以前是安尼唱歌的时阵，我咧讲，尤其是你发觉讲一寡大哥大姐咧看咱节目拢爱唱歌对无？以前咧唱歌丹田加我有力的，哦，啊咧拗音的时阵，长音加足水的对无？迄落啊啦，这个指莫乌白食药，吼，爱用着使用着你需要的物件。对，啊个补充哦吼，补开哈。好来，感谢哈，谢谢。在